永居申請在即，坊間好多唔同嘅影片話俾我哋知要準備幾多份文件，到底準備幾多先夠呢？小嚴想同你分享下我自己嘅個人睇法。戴翻個頭盔先，小嚴唔係啲乜嘢合資格嘅移民顧問啊，亦都唔係喺呢一度建議大家準備咩文件，我只係分享我作為一個普通嘅申請人，我要去揾文件嘅時候，我用咩思路去考慮問題。如果大家唔想浪費時間嘅，你大可以等我永居申請成功之後再翻嚟睇呢條片，可能個可信度會高啲啊。不過我真係唔知我幾時先批到永居啊。咁我好多朋友問緊我關於文件嘅問題，我一次過整理一下，同大家一齊思考一下啦。申請永居嘅程序其實唔係好難嘅咋，大家如果做過 BNO Visa， 其實都係嗰啲資料喺翻 BNO 嗰個 Visa 嘅網頁裏邊撳入去揾翻 Settlement， 撳翻 Start Now， 逐步填，其實係冇問題㗎。大家最擔心嘅其實都係我到底要上載啲咩文件呢？坊間唔同嘅移民律師都講過好多文件，有成8大類咁多，係嘅，真係呢8大類。不過係咪每一類都要呢？我見過最誇張嘅係每一類都列咗6至8項文件叫你準備，總共要準備60幾項文件喎，見到都已經一額汗。其實我哋用常識去諗一諗啊，嗰8大類文件係包括所有嘅 visa， 有一啲嘅類別真係唔使或者唔啱我哋 BNO 用㗎。例如其實我哋係冇財務證明，亦都係唔需要工作證明㗎。咁如果我哋唔係有啲乜嘢醫療上面需要被豁免嘅話，其實我哋都唔需要一啲 medical 嘅文件㗎喎。所以其實我哋真正需要嘅係呢4大類文件，我哋嘅申請證明即係一啲個人資料啦，教育資格啦，人生官方文件同埋一啲居住證明。關於申請證明方面，我哋每一本用過嘅護照啦、身份證、香港 ID 啦，一啲相關身份證明嘅 share code 啦，同埋一啲 consent form。但係其他咧，如果你有譬如 BRP 可能需要啦，如果你有需要另外一啲 cover letter 證明關係，可能需要一啲 cover letter 啦。但係大致上咧都係呢啲嘅啫。官方有一份 consent form 要我哋填，但係可以喺個系統度 download 嘅，呢一點大家唔需要太擔心。教育證明方面，其實我哋只係需要 B1 test 同埋我哋嘅 Life in the UK test。咁無論係 share code 定係 cert 都好啦。咁如果你係可以豁免 B1 咧，咁你就需要有啲英文能力嘅證明啦。大致上淨係呢啲嘅啫。如果你係用家庭關係申請，咁為咗證明你嘅子女嘅父母都係同時可以申請ILR 咧，咁你就需要有結婚證書同埋細路嘅出世紙證明你哋成家嘅關係啦。如果唔係，你嘅子女就申請唔到啦。但係如果你係個人獨立申請咧，咁呢一堆嘅家庭關係證明書咧就唔關你事噶啦。截至我錄音為止咧，BNO Visa 申請 ILR 咧都係唔需要財務證明㗎。不過將來就梗係好難講啦。咁大家咧就未來嘅申請人咧，可能就需要預備一啲財務嘅文件。但係暫時今日呢一刻我錄音嘅時候咧係唔需要嘅。大家最擔心嘅其實都係居住證明。坊間講過可以用嚟做居住證明嘅文件真係數都數唔晒，10隻手指都數唔晒㗎。按揭單啦、選民登記、GP、汽車保險、TV、拉伸、水電煤，到底邊樣好啲，邊樣有用啲，係咪全部都要準備呢？不如我哋參考下 EU Settlement 嘅類似 Visa 嘅計劃啦。EU Settlement 咧係最類似我哋嗰個申請要求㗎。咁佢個計劃咧年資比較長，裏邊嘅文件比較齊整，或者係嗰啲政府嘅官方要求咧都比較完整啊。我哋睇佢咧就比較容易啲估到我哋 BNO Visa 到底係需要啲乜嘢文件咯。喺官網嗰度咧，其實曾經提過一句我哋咧其實都有方法 check 到啲人咧係咪有一個長期居留資格嘅。我心諗真係豈有此理啊！原來以前 EU Settlement 咧係有其他工具佐證佢哋嘅居住證明嘅喎。點解我哋 BNO 佢唔用呢個工具咧？到底佢會唔會用？將來會唔會用咧？唔知啦，呢個都係我哋嘅期望。但係而家我哋好好準備啦。反而咧呢一句就好緊要啦。佢話大部分嘅情況底下，我哋期望咧5年嘅居住證明係可以用5份文件或者更少。咁即係話移民局其實根本就唔中意我哋俾咁多文件佢，5份文件 for 5年喎，咪即係1份1年文件。我諗大家都唔會咁極端，1年只係得1份文件嘅，但係肯定唔使幾十份文件一齊掉上去咁辛苦啦。另外佢都有提到，如果申請者咧佢係因為一啲原因啦，佢冇一啲個人嘅證明文件咧，其實移民局係願意靈活處理㗎。例如頭12個月用僱主嘅證明信，後12個月用銀行信。聽唔聽得到啊？其實佢嘅要求真係唔係要你每一年都有足好多文件㗎。
官網再睇落去，其實佢有 Table 1同埋 Table 2。Table 1咧就係一啲佢比較贊成你可以用嘅比較 prefer 嘅文件啦。咁但係呢啲文件佢嘅要求就係長時間。咩叫長時間啦？cover 一整年咯，例如年度月結單啦，例如僱主嘅1年嘅證明信或者係一啲長期嘅聘請證明信啦 ，P60 for 12個月嘅 period 啦。學校嘅在學證明文件，一啲按揭、租約或者係 council tax bills 都得。不過留意啊，如果你要用銀行證明文件咧，一定要係有錢銀往來出入嗰啲先計數。嗰一啲咩利率改變咗嗰啲 cover letter 就唔計數㗎。Table 1嚟總結啦，其實佢係想要一啲1年1份嘅文件，最好就係 council tax P60 年結單啦。Table 2啦，就係一啲佢話你都可以用嘅呢啲文件，不過問題佢冇咁中意，點解啊？因為佢為期年期短啲咯。例如其中有提到一啲糧單啦，有啲月結單嘅銀行證明啦，有一啲 utility bills，但係可能因為每一份 bill 係涵蓋幾個月㗎嘛。其實 TV license GP 記錄嗰啲都計嘅，不過你記住係出席記錄，唔係預約記錄啊。一啲單次嘅單據，例如 GP 嘅出席記錄啦，例如一啲護照嘅印戳啦，例如你嘅機票等等咧，咁單次記錄係可以作為嗰一個月嘅計算嘅，一次可以當嗰一個月。即係話，如果大家用呢一啲 Table 2嘅材料啦，都要係認可機構，但係較短年期都冇問題，但係你儲埋夠5年咯，你連續數份夠5年，譬如 utility bills 啦，又或者你用一啲糧單或者用一啲單次記錄，但係就可能一次只係計1個月或者係某一個年期啦。佢都有提到咧一啲唔接受嘅文件嘅，例如一啲朋友嘅信件啦，一啲相片啦、卡啦，一啲多媒體文件啦，咁佢係唔會收嘅。咁其實我哋可以根據以上嘅資料咧做一個總結啊。我嘅理解係，只要你5年裏邊有駁住嘅文件，其實就已經可以㗎啦。如果我哋想保險啲，最好每一年我可以數到2份認可嘅全年文件 ，Council Tax P60 Tax Bill 水電煤單其實都可以㗎。又或者如果我係得啲散收嘅文件咧，可能我5年啦，每一年嘅上半年同下半年都最少有1個月係有文件咁啦，其實都係可以嘅。咁我估計啦，以上係我嘅猜測，亦都係我將會遞交文件嘅方法。咁稍後咧，當我永居嘅時候，我會用呢一個原則去遞交文件啦。如果批出咗，我都會話俾大家知㗎。順便講埋一個大家都好擔心嘅問題啊！18歲以下嘅子女其實真係冇文件㗎喎。另外一啲長者佢哋冇收入，可能一啲標都唔係佢哋嘅名，咁佢哋都冇文件㗎喎，點算啊？嗱，當然最好梗係盡量揾文件啦。但係真係揾唔到咧，我哋一啲散收嘅文件咧都要接受到嘅。另外要做多一樣嘢啦，就係我哋要出一啲 cover letter，就真係要寫啦。我哋同佢嘅關係當然要有啲關係證明嘅文件啦，然後再俾我哋嘅長居文件佢，咁嚟證明呢個人同我哋同住㗎。嗱，我係有居住文件㗎，咁佢同我同住，即係如果我可以證明到佢同我嘅關係，應該佢同我都有文件嘅。嗱，大家可以參考下呢一個做法，睇下成唔成功啦。至於我自己咧，其實我有幫我2個仔咧係拎到學校嘅出席記錄嘅信件，同埋有儲低佢哋嘅成績表嘅。以上嘅影片啦，純粹係俾大家一啲啟發，等大家去思考自己儲文件嘅時候，點樣會有一個比較正確嘅方向，唔好太受坊間過多嘅資訊去混淆自己啦。咁大家加油啦！